好，感谢苏眉对海草大公投的分析。咱一直咧讲，即届公投有4个案，不过这种是全国性的公投。伫新竹市遮咧是加其他县市一案，因这第5案就是台湾干净水行动联盟发起的啉好水公投。因的诉求就是希望会当制定自治条例来规定工业佮医疗事业的垃圾水会当设一个专门的管线来回收。透早8点，就已经有人排伫投票所外口准备投票。这届公投，新竹市比别个县市加一张啉好水公投票，选务人员唔敢靠势，就惊会拖长投票的时间。地方民众嘛对这项全国唯一的公投真关心。动线蛮顺畅的，没有问题。从进去到出来大概2分钟左右。毕竟也跟我们饮用水有关嘛。那如果是缺乏相关的办法的话，那定我觉得也是蛮好的一件事。那对身体有什么影响？不知道。所以你也蛮关心这个喝好。发起人表示，啉好水公投是直接跟人民生活有关联，希望政府听到公民的声音。觉得很感动，一早8点不到就有很多民众正在进行排队。那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一次公民投票，尤其是关于新竹市的地方公投，大家可以很认真去思考关于水环境治理，公民可以投下怎么样的一票。根据选委会统计，新竹市有35万7千多人有投票权，除了同意票需要比无同意票多，嘛有超过8万9270张同意票。啉好水公投再使过关。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